真侪人咧厝内面要办大条代志，不管是喜事丧事，拢爱先去限一个日子。这个新竹县政府呢开500多万的预算，印明年的农民历约22万本要送予民众使用。不过有人是伫咧俄罗，也有人批评，认为这时代改变，真侪人拢用网络查，因遐尼济有影想偷济。掀开农民历，真侪人办丧喜事，拢会参考顶管写的爱注意的代志。那新竹县政府出的这本农民历，内底各加印不少在地观光资料，几本100多页，交一本。明年2年，新竹县政府各编578万，印22万5千本。有人学了，有人批评。是大人有当时也是会看到，有当时爱拜拜嘛。毋过你像阮即种的少年的，拢用手机查较济啊。而且讲一届印500万，实在是伤讨济。一般的公庙，据我的了解，他们都有在印这些，让民众免费来索取。因为新竹县府印的这本农民历才40页，其他的拢是政令宣导、服务资讯。有里长认为开这侪钱，各无环保，认为县府应该减印才对。主要就是资源浪费啦，因为新竹县一年要印22万份嘛，那其实你真正需要的人可能就大概1半的人吧，或者是可能更少，大家都拿到就丢啊，包括我自己，我其实也不会用啊。会来透过里邻的系统来做需求量的一个调查，让纸张的篇幅可以不要那么多。县府表示，明年2年的农民历已经印好，这个月就开始分予民众。虽然会请公所统计需求，后年会参考各界意见，减少印的数量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